靠主你的力量，祝福阮不管伫什么一种的境遇，阮拢会当来感谢俄罗你，更加为着教会来祈祷。主啊，你也互阮一做伫这个社区，阮真做福音的出口。恳求你进行伫阮的中间，伫咱一个敬拜俄罗，主献这一个香的祭献互你，恳求主中间阮的心来讲话。主你知阮的心，无人知，总是主你知。主你阮讲话，主你要互阮有信心。主啊，因为我你话语的大能力，我安尼去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恁甲我着俄罗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兄弟姊妹，我咱三甲用欢喜的声来领受对天降落来的福气。
兄弟来唱，天门大开。天门大开，你的应用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永在降落来。请姊妹来唱。姊妹请坐。
永光的主，阮欢迎你来坐伫你的宝座，用你正八时的学乐诚多，你的宝座欢喜来做。伫新的一年，阮学乐来敬拜，愿你拍开天的门，将你的荣耀降落来，将你的福分降落来，互今仔信靠你的人，会通领受你最的福分。愿你的阳光充满伫阮的生命内底，你的话就成做阮脚前的灯，成做阮路上的光。敬畏你的人，你要为因来备办头前的道路。主啊，愿伫你的排中间，毋望甲你的神相拄。愿主你的神充满阮，互阮会通开声来学乐来敬拜。阮虽然有自责，阮嘛有离别的时，总是阮知，阮要去什么所在，阮的心就得到安慰，得到扶持。愿你透过礼拜，互阮会通专心对你的话来得到帮助，得到鼓励，得到新的一年的应允。祈祷感谢，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会众请起立，咱做来吟圣诗，圣诗298首，快乐快乐，愿来敬拜。我
祷。全能的爸，想事活命的主上帝，愿用满心的感谢来到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因为你是阮所有的愿望甲倚靠，是阮跑走天路溃力的泉源，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衬，阮何等的福气，真侪你所拣选的囝儿。阮时时刻刻领受你对天气变落的恩典，特别是伫旧历新春的第一个主日，阮就伫你的祝福中间，甲主你3000军。主，你也开阮的心窍，互阮明白，独独信靠你的才是智慧的开端。阮感谢你所赏赐过去每一个日子。虽望阮检采有失志，拄着艰难困苦的事，或者是肉体的衰烂、心灵软弱，甚至失去亲人的哀伤，总是主你用阮这个事的发生，的确有你美好的旨意。阮常常伫祈祷中求主应允阮的所求。阮也耐心听候主你所施落的恩惠，总是主你讲，你咧听候阮的信心。当阮信心一清查甲装备若照全的时阵，奇妙的事就要显明，要互信靠你的一尽亨通，听你的要赏赐恩典到3、4代。主啊！求你除去阮所有歹的心思意念，遵守你的诫命，互遐个阻挡阮追求信仰道路上的魔鬼来惊吓闪避，帮助阮，互阮有够硬的气力，甲属灵的智慧，行伫真理的道路顶头，互阮伫选择的意志中得到坚持的力量。当伫这新正的第一个主日，阮特别要为着阮的牧者团队来祈祷，求主圣神大大充满伫因的身上，心心灵健壮，灵魂体兴旺，互因所传讲的每一句话，拢会刺插着人的心，佮带着大的气力来超找佮拯救失丧的灵魂，互因有缘有份伫上帝的国度，享受永远的福乐。主，阮感谢你，教会阮有真侪年长的，求主你也特别施恩赐福，保护看顾，牵调伫主，互因伫经历人生丰丰富富的岁月中，体会到认捌主耶稣是一生中上大的祝福。阮中间也有缘有侪兄弟，也未来受洗归伫基督的大家庭。恳求圣神运行伫因的内心，感动因，催迫因，互因闻着基督的香味，到伫主所备办芬芳美丽的花园。阮搁一摆献上满心的感谢。阮要为着下晡阿卡贝的领袖小组圣诞福音布道会的检讨，甲本周上大校务会议来祈求，求主亲自带领甲引带，互所有讨论甲进行的事项拢通顺利圆满。这是求你安静阮的心，阮所有的重担，一切的跨界，以及阮所犯的罪过，阮拢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你怜悯，赏赐阮一个换心正直的灵。如你讲，见若手换犁尾，来看后面的人，无下伫上帝的国。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伫这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求你互阮手所做、心所想的，拢通利益的人，荣光的主。愿阮为哪来哪听你，哪来哪听你。祈祷恳求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是咱要做来启应，启应文第24篇，也是对诗篇100篇内启应文24篇。全地啊，要对上主欢呼。上主，就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用上赞进入伊的殿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息煞到万代。这是，那么请两兄来献诗，来俄罗。声音。
咱做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圣经以弗所人书第1章22到23节。以弗所人书第1章22到23节，和合本的圣经第270页，其他版本请咱看银幕。各互万项有降服伫伊的骹下，各将伊做管万有的头来赏赐教会。教会是伊的身躯，伊所充满的，伊也是用万有充满万有的。以上，这是咱们请本堂老应验牧师来讲道。所要讲的题目是相同的温数。相同的温数。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哇，今年是主年，所以咱教会要来祝福大家。这世的道是一个足大的祝福。有个人敢知？诸事大吉！祝福大家新的年2019年，不管是开工、开学。都诸事大吉，行大运，阿妹吗？感谢主哈！这个行大运是啥物运啊？甲你想的运可能无相共哦，是比你所想的运搁较大，这个运搁较互你开运啦，咱三个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主啊，你是互阮时间、互阮有时机的主。主啊，总是阮真意爱，阮心内所意爱的迄个运气，总是主你想的比阮想的搁较好。主你要赏赐予阮的是搁较美好的运气。主，阮感谢你，用今仔日的经文，就是透过保罗甲对以弗所教会的祈祷，来祝福阮，互阮有相同的运数。就是运上加运，主，阮感谢你，恳求你启示，互阮听了会当明白，搁去行出来，互阮2019年，主，阮会当有主你的运久久，主，阮有主你的运惠，阮感谢你，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诸事大吉，请问哦，咱爱吉是啥物意思？吉是啥物？平安真好啊！平安就好吗？安怎号做平安？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吗？无好代志拢无发生吗？是啥物？咱今仔就会知吼。诸事大吉，吉咱来去查字典，也是圣经来讲，吉就是安那？吉利就是啥物？就是顺啦！所以就是诸事。顺诸事有哪些事顺？哪些是顺？事业、学业，平安就顺是真好你已经讲到今仔日头一个运咱有两项代志对好，双重的恩赐就好，相同的运数就会使，唔免加三定补去啦三定唔免咱规定就好两定。双重就可以，哪双重呢？拄则咱的李红兄已经讲头一个第一重是上重要，头一个运上加运，咱只要有两个运，这两个运真顺，搁爱毋是干那顺尔，爱有利益咱就顺溜滑梯足顺的咱桃园即马足流行迄4层楼高的溜滑梯请问咱若对足悬的所在溜下来，你若知影讲你溜下来足顺的，但是你一溜下来是顺到地狱去，你敢袂？介顺介顺股市足顺的，从上面一直顺，甲溜落来安尼，你敢袂？咱袂。咱顺了爱加上什么？利，这个一定要有利益，对象有利益，对你。也是对咱大家有利益，也是对上帝的荣耀是有利益的是哪一种今日咱要来讲，就是相同的这运数，简单讲就是
力上加力，温上加温。有人会搁讲一个啥物？福上加福啊！安尼咱到底要啥物？咱的主今仔心意，甲人讲2节尔，双节经文，就是讲到以弗所，保罗讲互以弗所教会最核心的，就是这2节尔。这2节就是讲到头一个，咱若有上帝恩惠，咱的恩惠是啥物？毋是靠咱家己。顶礼拜有牧师就讲，咱是靠咱家，若是靠咱家己，这是儒家。儒家讲啦，家己只要自强不息就会使啊啦，毋是安尼尔。佛教讲啦，解脱之道，只要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就能救自己，是吗？不是。当然，咱家己无法度来压起咱家己呀。谁能够举重举自己？不可能。当然，我们需要他力。这个他很重要。这个他是啥啊？当然就是比咱搁较大迄位。咱袂去求迄比咱较细，总是比咱较大迄位。伊是毋是上大？这足重要的哦。咱若求着迄位毋是上大的，头一个伊一定爱上大的。第二个，这个上大爱对咱安那是好的，是听的，是主爱。个上大即位，毋是干那听你，毋是上大的即位是爱听安那听世间人，伊要拯救世间人。所以咱讲民间的宗教，只是安那干那求家己会当平安有福气。总是基督教的信仰是安那，就是祭祀。今仔日经文来讲，咱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价值是啥物？恩上加恩。你会问牧师讲，牧师啊，请问恩上加恩，你若无恩上加恩，加恩加恩加恩，毋免，对啊，2项就好啊。头一个恩，就是咱会当得到上帝的恩惠，成做上帝的囝儿，是以弗所前几礼拜人咧讲的。第二个恩是啥物？咱会当成做别人的恩惠，咱会当将即个拯救的恩会当互别人。伫约翰福音嘛是咧讲到上帝将独生的囝收属世间。这台语真水哦。咱若是华语讲啥物？上帝爱世人而已，不对。台语搁较正确，上帝收属安那世间。世间的万物，特别伊创造的大自然，嘛是主所喜爱。伊爱拯救咱，无爱咱安那沉沦。所以，咱得到头一个恩，就是今仔日的经文，保罗对头一章开始以弗所对以弗所一批就开始学了这位上帝，讲安那伊是互咱成长的力量的，伊有互咱安那恩惠，就是安那咱毋是干那民间的信仰，会当得到遮个，咱搁较重要是基督教的信仰，咱互主来竞选，咱会当过圣洁无瑕疵的性命，咱互主来定着，要爱得到这个囝儿的名分，咱的罪会当得到赦免，咱会当重新过来，而且得到启示，知影上帝的意思，而且咱会当得到基业，上帝基业，咱嘛成做上帝基业，安尼。即个咱就伫基督内面，咱就毋但不止，毋是干那有属灵的福气，毋是，是毋但不止有上帝的福气、属灵的福气，加会粉红色这边，啥物？家庭朋友、地位、尊荣、健康、长寿、聪明、才干、长富，拢要加互咱。修行人爱先求啥物？上帝的国，加上帝的。这些拢要安那享受互你，所以简单讲，头一个恩惠就是咱是上帝的囝儿，咱是上帝的囝，毋才会当得到上帝一切，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咱的一切。安尼，咱就会当有重生，咱成做新，有重生的机会，咱会当有新的快乐，咱有法度有新的愿望，而且这是永远的。咱有感觉无？这个快乐的时光安那特别快过咻一下这几天拢咧听人讲安那，哎哟，剩5天啦剩4天，剩3天，怎安那？太年过啊快乐时光总是咻一下就过去总是痛苦的是安那1分就足恶过
应验无书今仔要阁讲另外一句话，有意义为主来活的时间，是永远的时间。兄弟姊妹，伫2019年，我们快乐的时光会有，痛苦的时光也会有。总是我们若是神的儿女，我们有那有意义的时光，那是永恒的，因为主是永远的。原咱2019年，咱拢有上帝恩，佮加上恩，就是咱会当真做别人的恩惠，咱会当真做来祝福别人的恩上加恩。是2019年，咱的主要来祝福咱的恩赐。伫保罗对信徒的恳求有5个有福临门，当礼拜有牧师有讲到，咱这5个有福临门内面，咱要安怎来活出这个福气咧？这福气要安怎活出？头一个就是主，这个保罗为着信徒来祈求的，嘛是为你甲我今仔日所祈求的，就是要互咱有智慧。那敢若读册人有智慧，咱嘛做工课的，咱嘛有甲主一样。主要赏赐咱对伊遐来的智慧，所以头一个咱的生活中间，咱就爱甲上帝灵安那。有无说听啦？讲咱安那？来啊，甲上帝来啊，开通啊！主啊，你是我的主。咱若看见以弗所书有6章中间前3章，一直讲到4字什么？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你基督耶稣，你10几遍。总是第4章甲第6章开始啊啦，基督耶稣变啊啦，咻，离了啊，什么？主，你是我的主，我的主，主，你是我的主。即马毋是干那在耶稣基督里，基督耶稣里尔，主，你是我性命，我爱活出来，你是我的主啊！当发现讲，毋是干那爸爸妈妈阿祖，马街第几代的主尔，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咱一直最近在家会主，咱咧开始对这个阿伯拉罕来读起。阿伯拉罕伫个足济会时阵，已经停工啊、停产啊，主佫甲讲啊呐，要互你一个囝，对你出的生啥？伊杀了生带啥物人？礼拜者要佫生上司哦，一个叫做啥物？以扫，一个叫做啥？雅各啊！即个礼拜者咧怀孕的时阵，足艰苦啦，艰苦啊，强要安那？强要迄落袂使讲吼，强要吼讲这个生不如死安尼吼。伊迄阵讲安那，伊巴肚内面有2个什么？2个国。以后伊内面争论啦吼，细大的要服侍啥？细，所以请问。伫礼拜者，伊咧怀孕的时阵，伊是毋是就已经知影，伊即个生出来双胞胎小弟要安那承接即个长子的名分，对无？对无？伊早就知啊，总是安那。礼拜者尾仔发现讲安那，哇哪会即大汉的，哪会因爸爸哪会敢若较爱即个呢？上帝你毋是甲我讲，你巴肚时阵？就讲即个细汉的安那要做大，哪会毋是安尼？所以安那伊的妈妈礼拜者就讲哇，安尼上帝爱我斗3工的款，对无？是毋是上帝爱你斗3工？还是你爱上帝斗3工你？到底哪一个？礼拜者挡袂牢啊啦！来，上帝你较边啊，我来。安那，甲上帝斗3工啊，打落海溜溜啊！伊叫迄个大细汉的安那听见。即个伊撒要伫要甲因祝福的时阵，伊紧甲细汉的讲，雅各讲紧嘞，你去嫁做你的阿兄，互你的爸爸来祝福，用骗的，骗着长子的名分，大囝的名分，兄弟姊妹，礼拜者早就知，主嘛早就定着。要互第2个做长子，总是当礼拜者若是无信心，出手讲上帝爱我斗3工啊，这号做啥物？家暴啦，对无？早了上帝，早了比班啊，总是你哪会无信心？兄弟姊妹，上帝早就拣选你，
拣选你跟我有那个特定的福分，要给你跟我，我们不要鸡婆。上帝已经明白要互你，你唔免惊吓，你唔免焦虑，你唔免烦恼，你唔免插手啦，安尼才好喎。咁好，咱伫主的面前，逐日甲主来亲近祈祷，求君主，咱就知主的心意，咱就有信心。总是雅各安那听伊的妈妈，伊家己嘛心足安那就有企图心，因为雅各的名号这啥物意思？抓，伊对出事就抓，所以等于用强的方式去骗得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了后，从此以后有没有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咱要仔细看哦。是愈来愈安那凄惨哦，开始走路无大吉，走路了后，咱等下就知，去看到因阿姑遐，对无？看甲伊第二查某囝，哦，伊阿姑讲好好，你来甲我斗创，我安尼做7年，我就互你娶，是毋是？尾啊安那，互因阿姑骗。洞房花烛夜的时候，食甲水茫茫，对无？啊，就洞房花烛夜，过当早起安那生米煮成啥？哇，安那目睭是，迄落无神的迄种，拖汤的。伊讲安尼哪会你甲我骗啦？无啊，就大汉的无嫁，细汉哪会使嫁？有讲有理无啦？嘛是有理吼。啊，无你要安那？你第二个，搁7年，好，伊搁继续。搁甲伊做7年，做7年了后咧，有帮伊刷无？无啊，伊所做的拢无要互伊啊。咱等下来看，吼。所以雅各伫走路头一遍走路的时阵，要去找因阿舅的时阵，伊困醒，安那看到天梯开，伊真正去拄着主。伊安那讲啊，耶和华真正伫遮，我竟然唔知啦。亲爱兄弟姊妹，你敢有这个经验？耶和华正经伫遮啦，我开唔知，我搁伫遐做歹做恶。耶和华竟然伫遮，我搁安那，我搁唔知爱敬畏惊伊。耶和华竟然伫遮，我搁安那，搁咧假表咧甲上帝斗创这斗骹斗手。上帝哪着你斗骹斗手？你是假安那？你是假麻烦的啦，帮倒忙，对无？咱若看。阿伯拉罕帮倒忙啊，去带啥物埃及的，对无？上帝讲要互伊囝，伊就帮倒忙，吼，就去带一个迄个埃及的太太，生一个囝，叫做啥？以斯玛利，帮倒忙，甲即马搁咧安那，世界搁咧战争，所以兄弟姊妹，刚好咱真心甲主来相拄，咱就知影主真正甲咱伫咧。即雅各吼，伊去拄着主讲啊，我竟然毋知，即马知影，我着爱着甲上帝来求我啦，伊着甲主下愿哦，许愿望哦。伊安那讲，雅各着下愿望，迄个愿望讲吼，上帝啊，你若是甲我伫地吼，伫我所行的路保护我，搁互我有物件通食，有衫通穿吼，啊，过来咧，啊，倒电了，过来安那？我就甲你拜啦，我就甲你施以奉献啦，我就来甲你礼拜啦，我就来甲你小组啦，我就来甲你服侍啦。那用即摆语言来讲就是安尼，就是有条件的。这是雅各对上帝的认捌，就是有条件的。你如果没有给我顺利哈，我就给你好看啦，安尼的意思啦。哦，这个是雅各，就是这个对上帝认捌是安尼。即个保罗有甲信徒讲，伊继续来祈祷，讲啊那，毋是互恁的灵甲主是即个开通尔，要照明恁心中的目睭，就是互恁心会当心巧，会知影上帝话语会当应允，知而且搁真正知即个意思，搁去行。安尼，咱甲主即灵相通了后，咱伫生活中，咱要安那来想每一项代志，甲每一个遭遇啊。咱拄有讲。伊的阿舅啊呐，哦，用7年，搁7年，才互伊娶着伊要爱的某。娶了后啊呐，无互伊一项啊。即阵甲讲安那想着毋对，好啊，我甲你阿舅白做工的呢吼，啊，伊就开始用一寡计谋啊呐，哦，甲因阿舅用共款用计谋，阵啊甲伊骗足
这袂使讲骗啦，就是交配羊吼，反正就是用技巧，怎啊甲趁夜，甲伊的两个伊的某吼，就是伊阿姑的两个查某囝吼，连夜这个搬走。哇！即个伊阿姑一知影起来讲，嚯！啥咱我的查某囝甲我的囝婿全部跑掉啊！就来掠伊。这个甲掠伊的时阵吼，即个雅各就讲一句话哦吼，咱三个来读一句好无？来请。若毋是有我下爸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阁是以撒所敬畏的，甲我伫地。你打阮当，互我空手去。上帝看见我的苦情，甲我的劳碌，才伫昨暝接庇你。哇！雅各阁甲伊的阿舅安尼讲哦，讲若毋是我，伊用伊家己的姊妹吼，即马阁叫上帝来背书哦，吼，讲上帝是看见我的苦情啊，吼，我的劳碌啊，吼，来昨暝来接庇你阿舅啊，吼，无你会互我拢空空啊，你啥物拢无要互我啦，吼。即个时雅各是安尼想，总是咱的主伫咱有通生想歹、想毋是较完全的时阵，上帝嘛甲咱伫地，伊一路继续来引带咱生命信仰的路。迄个时咧，伊的阿舅哦，就安那就来甲引啊。讲好啦好啦，无用即个石头啦，吼，咱来做一个即个石头为准，但即个所在拢你的，即个所在拢我的，所以因就伫遐安那，伫遐立约就做吼，讲安那，愿亚伯拉罕的上帝、拿福的上帝、因老爸的上帝，伫你我中间来判断，吼，雅各就安那，基因老爸以撒所敬畏的上帝来就做，讲好，我甲你阿舅安尼做一个分别，是上帝伫咱一生中间，道道拢咧引带咱，互咱伫伊的恩召内面，互咱有足大的愿望。虽然咱拄着可能恶担当的代志，总是咱犹原会当伫感情上，咱会当伫咱情绪中间，咱会当来荣耀上帝，而且对咱继续行头前的路是有帮助的。咱继续讲雅各，伊倒出来了后，伊甲因阿舅分手了后，伊安那头一个去甲伊兄哥和好，甲伊的兄哥和好了后，咱知伫伊的囝儿中间有12个，其中有一个伊上爱，叫做约啥物？约瑟吼，伊做2个梦吼，佫伊佫足白目的。甲讲即2个梦吼，就是安那，逐个拢要拜伊啊，吼，所以伊遐兄弟就袂堪要去，你知影？趁伊有一工安那去旷野内面要找因兄哥的时阵，因兄哥讲即个安那，即个白目的来啊，吼，咱就爱互伊好看，所以甲伊安那掠起来安那，本来要甲伊刣，尾啊有一个兄哥讲卖啦，咱共卖啊，咱毋好共刣人的性命，结果甲伊卖去倒埃及做啥物？毋是王子哦，做啥？奴隶啊，吼，去做奴隶。结果上帝介伫咧，伊做奴隶安那，哎哟，啥物拢足顺的，所以伊的主人安那，足看重伊的啊，吼。毋是干那伊的主人看重伊尔，佫谁嘛看伊安尼，目尾一直甲屎，对啦，你哪会拢知啦？吼，资深美女，你知影吼？目尾一直甲屎，而且吼，佫骹来手来，你知影吼？骹来手来中间，约瑟安那毋敢得罪上帝，这叫做什么？色诱吼，毋敢得罪上帝。伊阵敢若伊咧扭的中间，较紧甲伊的衫呐偷开，即个女主人敢若扭着伊的衫，扭着伊的衫肩，伊走去。这个女主人怎安那？见笑起受气啊，就甲主人告状啊，吼！告状安那？咱来读这，主人听见伊来请。主人听见伊的某对伊所讲的话，讲你的老婆亲像安尼款待我，伊就生气。约瑟的主人将伊关落监，就是王的罪犯受关的所在。对安尼，约瑟伫迄个监内，哇！为着主。无爱得罪主，结果去互安那陷害，对无？关伫安那监的内面呢？
你迄阵啊，若是你会感觉安那？好，袂堪得去对无？会感觉足委屈，会袂？兄弟姊妹，伫2019年，伫咱的生活中，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人甲人中间，有真济时阵，咱会感觉咱去用安那算计，咱会感觉咱足委屈的。我的好意呢？这我的好意呢？啊，结果安那切着人的好意，咱会敢若去用关的，毋是有心的关。是咱敢若去用限制一个，咱无法度做选择，无法度自由选择。我敢若伫一个困境中间，我敢若会使互杀个行。约瑟就是安尼。约瑟伫即个情形中，伊虽然真甘伤，你看哦，互因的兄哥卖，哇，已经足气啊，背叛，即马搁安那？去做了好，啊，搁互陷害，搁较气。总是咱伫约瑟即个经文中间，咱看见伊将伊的情感、伊的感觉安那交托伫主的手中，伊敢若一个想法，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让这个事情发生。那敢若安尼，啊，搁无够。下骹迄句是啥物？上帝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互咱会当安那对咱有帮助，互咱诸事顺利，利才重要。互咱顺，搁即个顺的利是对人有帮助，会当荣耀上帝，对人有帮助。咱来读即句刚好，既拿约瑟来。既拿约瑟手下的代志，管家的一概无插，因为耶和华甲约瑟伫地，各伊所做的，耶和华拢互伊分通。阿门。兄弟姊妹，耶和华要互恁拢得着分通。阿门吗？免。因为咱若是有即个信念，咱诚做上帝第一个恩。行离安尼，咱就有一个确信，一个信心。发生任何代志，只要我无行偏，无得罪上帝，我无做歹，一定有重要原因。上帝互这项代志发生，上帝一定有办法。安尼，咱的感觉就袂安那，就袂灾难性的就感觉，这个毁灭性的这个挫折呗，咱就有安那。哇，咱就茫知影，咱是有主耶稣的基业伫咱中间。更较重要的是主安那，互咱有什么样行大运伫咱中间。猪年行大运，怎样的运？较细种的运无共款，而且咱这运是超过安那即种只哦，超过有才能的、地理的，超过一切的名号的哦。这就是上帝的灵。运行伫咱的中间，即个大运，咱来读即个英文的话，请照伊前所捌行伫基督大权能、大快力的功用，互恁对世人中各活伫天里坐伊的大屏，盘过隆重办正事的、掌管的、才能的、治理的，甲一切所有的名，无那今世也伫来世，盘过咱的主互咱行的这个大运是超过一切这个执政掌权者超过一切，不是只有管辖，毋是干那一点啊，是超过遮的。咱看到约瑟要安那？伫家里虽然伫家里宏乖，总是因为而且伊帮助即个酒政甲即个善事，总是嘛佫家己袂记哩咱的主总是有办法，毋免你插手，只要咱认真做咱该做的代志。哇！咱看到上尾安那发现即个约瑟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什么人会当来管理即个国家？当然嘛是约瑟。所以，即个约瑟就决定安那
毛遂自荐，讲我会当安那，我是靠着耶稣的名，靠着上帝的名，上帝伫我的内面，所以我所做的安那一切拢会当混通，我所做的拢会当有洞察力。咱看到即个法老约瑟，迄个时阵要有饥荒，早就知哦，早就知，而且早就被办死啊！咱的主甲咱伫地的时阵，咱就伫变化中间，咱会当有洞察到。洞察即个离岸对倒来，是讲对一个种黑暗的所在，山洞内面，总是你知影有一个方向，你往遐行，往遐行，往遐行，你就会看到啥物光。兄弟姊妹，我毋知影咱的性命、咱的工作、咱的生活、咱的学业，是毋是拄啊伫个黑暗期？主要互咱有洞察力，总是咱嘛爱有行动。咱的行动是啥物？是爱听主管咱的声，咱毋好家己加步，咱嘛毋通安那一个评断，咱就爱安那伫主的内面决定要做主要爱咱做，安尼咱就有大的能力。啥物能力呢？咱斗阵来读即句刚好，请我实在甲恁讲，竟若伫恁。第二别个，伫天里也要别恁；既若恁伫第二界个，伫天里也要解因。我搁甲恁讲，即使恁中间两人伫地里，无论求啥物，若是同心，就我伫天里的爸要甲做成伊。咱的主有大气力，会当做成头一个。伫事情，像主要讲咱所讨放的，伫天里嘛要讨放。搁另外一个啥物，就是咱的行动，就是咱要安那，咱要袂记哩人对咱的歹，要原谅，这是真大的行动。约瑟安那，甲伊的大囝叫做马拿西，这个意思是安那，伊要安那，伊要袂记哩一切困苦。伊第二个囝叫做以法莲，就是安那，互我伫困苦中间安那兴旺。咱三角来读刚好，请约瑟甲大囝号名做马拿西，因为伊讲上帝互我袂记哩我一切的困苦，甲我的老爸的全家。伊互我第二个囝名做以法莲。因为伊讲上帝互我伫我受苦的所在兴旺，感谢上帝。搁一遍来甲咱讲，兄弟姊妹，咱爱袂记哩别人对咱的歹，只要咱决定，因为别人对咱的歹，咱若一直记牢的记恨，安尼上帝互你的祝福，你拢看无，你拢痴迷去啊！因为你拢咧看遐，会记哩别人对你的歹。咱搁一遍掠条上帝应允，就是伫困苦中，上帝要咱袂记哩人对咱的歹，咱要伫咱困苦中安那兴旺起来。兄弟姊妹，我毋知影咱伫倒位困苦，总是主搁一遍甲咱讲，袂记哩别人的歹，咱主就伫咱的困苦中，咱的受苦中，要来兴旺咱。即句话，特别是伫新春2019年。头一个，咱要互咱的应允，咱来读，请。约瑟甲因讲，毋免惊，我兼替上帝骂。情理的意思是歹，总是上帝的意思是好，要保全济人的性命，亲像今仔日。即句话是安怎讲？就是雅各要也知影讲原来伊的囝，伊上疼的囝约瑟无死，伫埃及做一个宰相。伊就带囡仔大细拢去到埃及，然后伊安那，伊就安那休了伊地上的时间的性命，主也该调伊去。这个是伊的囝，伊的兄哥，约瑟的兄哥安那，大家安那皮皮带。我等下啊，老爸过身伊是毋是要来甲我报复？这约瑟甲我报复，伊讲安那，毋免惊，我兼替上帝嘛。亲爱兄弟姊妹，毋免惊。咱敢替上帝吗？毋免惊，迄个人敢替上帝吗？前人的意思要害咱，
总是上帝意思是好的哦。上帝总是怎样？有重要的原因让这件事情发生。主有重要原因，主一定有办法。人要害你，总是主会当改换、转变，互歹的真最好。这是上帝要对咱的祝福。所以，兄弟姊妹，咱是不是愿意讲主啊？这个猪年行大运，猪年我们一切都会顺利。会顺利，总是不是用歹，因为咱若用歹、用假冒、用骗的，会顺，但是袂利。就像雅各咱拄仔讲的，雅各一生甲伊的囝，原咱拢伫一个性命困苦中间，甲主来相拄，咱得到这个恩惠，而且咱会使恩上加恩，日上加日。伫咱的生命中有真济，特别是要开工开学中间，咱有时会真犹豫。讲主啊，雅各你拢甲伊祝福，你甲伊讲，伊要真做大囝，总是伊出手。伊安那，伊袂堪要等呢。兄弟姊妹，这幅图是蔡茂堂牧师伊讲道的时阵，我真爱的一幅图。你心中的主耶稣基督，你心中的上帝形象是啥物？上帝的手，请问这幅图是谁咧画？是人咧画，还是上帝咧画？啊？人还是上帝？有人，有上帝。啊？是人咧画人举手。好，莫颠倒哦。好，请是上帝咧画，请举手。好，请。这段图我真爱，是咱的主，伊创造人类是按照伊的形象，无同款的阶段，参像咱拄仔看雅各的阶段。无同款的阶段，上帝扶持咱的倒手啊，正手。请问啊，咱话是用正手啊，倒手？所以主讲，我的囡仔，我的孩子啊，对咱的生命中，用每一天的生活来画出上帝形象，是人看袂出来。主互咱有主权，决定真济代志来做。总是伊嘛无帮手，总是伊无扶咱的正手，讲你的往左的往左，往右的往右，无伊扶咱的倒手，来影响咱，互咱自愿意来画这幅图，这个耶稣的形象，互人看见得到这个恩，人嘛要来对主。这就是上帝互咱的恩上加恩。但伫教会中间，就是你甲我。上帝要伫2019年内面，互咱因为相信，真侪定心开始，然后毋是安尼尔，咱会当更新成圣，哪来哪参像主，互咱本来敢若承受救恩，互咱真做传扬救恩的人，恩上加恩，互咱要本来祈求是免遭灾害尔，会当对免遭灾害到安那，主你甲我同在，不管是安怎的环境，互咱对凡事会当充足，甲济济来行好事，互咱的恳求对病得到医治，毋那安尼尔，互咱稳定到野用，互咱的祈求是毋那是干那从伊无一项款欠缺，到安那，咱学会晓安那，不管安那环境，咱拢会当快乐，咱拢会当喜乐，咱拢会当对多结果子，圣灵的轨迹了后，到安那圣灵的恩赐，圣灵恩赐就是恩上加恩，毋是干那咱家己好，咱家己得到圣神的轨迹尔，咱阁真做别人的祝福，变做别人的恩惠，真做别人的祝福。咱要来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就是咱拄则唱的这条歌，欢喜欢喜，咱来敬拜。这首歌是美国一个亨利范戴克牧师伫战争中间所写的，伊捌做军人的这个牧师。
这个快乐颂是贝多芬咧写这个命运交响曲上尾一首快乐颂。迄个时阵贝多芬已经耳仔拢无听，总是这首歌会当互人得到激励，就亲像保罗为着以弗所的祈祷，对一点过来，兄弟姊妹，稳定就是一波搁一波搁一波，互咱的生命真做快乐的人生。对一个女孩子，小小女生的一块铜板开始。在每一个人的命运中，或许有很多人的参与。在教会中，就需要你我一起来参与，一起使教会成为人们祝福的出口。教会会当成做社区的祝福，对一个开始到一群人。当有人讲来啊来啊，咱斗阵来活出伫主内面的快乐甲喜乐，你敢愿意斗阵来？
嘛要请做一个生命的交响曲，而且是快乐的交响曲，是爱你甲我。咱要安怎来求上帝来帮助咱啊？才有一个祷告词，真做今仔日咱来领受。咱要求上帝赏赐互我，舍弃自己的意思，愿意来忍耐听候主你的时间，唔好计较，主就要定着互你的。总是什么时间，咱才有勇气付出行动来帮咱来建立主的国度啊！咱甚至有当时爱顺服，以信实来遵循主的旨意，虽然无意义，虽然这个代志未改变，总是主爱你，那训练你，你愿意顺服嘛？是主要互咱有智慧，知影要咱分别、明白主的旨意，要互主的国来降临。愿上帝来帮助咱2019年。互咱的手倒手，互主来牵，正手领受了后来画出主要爱，互咱画出耶稣的款式，互人伫咱的心上看见迄看袂着的上帝，互因确无嘛要来得到这个恩惠。请咱来起立，咱要来回应唱这首歌。咱的心就爱来唱歌。当咱来唱歌的时阵，主的灵就带领咱，互咱每一天拢是快乐，是喜乐的。我的心情，我的心是你着唱歌，我了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以我创造的天地。哦喽，尊敬主上帝。是多求主听当上帝，照顾人类的体配，赐归我当主好天，长出山河万强贵。哦喽，只管主上帝，我的心是我。可是调起主的名，也是专连眼光上帝，也我对你的点对。哦喽，只想主上帝。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要来学乐你，因为主，你是阮生命中的主，你是拯救阮，你互阮有得到恩惠，是正做你囝儿的恩惠。主啊，你也帮助阮，互阮有智慧来分辨。主啊，你是要爱阮勇敢向前，也是你要爱阮听候，也是主你要爱阮同款向前，总是可能无结果。主，你要爱是要锻炼阮的心智，你要锻炼阮的生命，互阮会当哪来哪亲像你。主，这个人生的课